大家好啊！今日繼續介紹我哋2026年1月嘅廣州2日1夜行程嘅下集。我哋食咗荔灣最經典嘅元記腸粉做早餐，跟住去咗坐廣州地鐵去白雲兒童公園玩，玩完就去咗公園對面嘅海德廣場食晏，跟住仲去埋機鋪打機，跟住先打車返香港。而家去片啊！一早起身呢，就有三姨婆呢外賣咗元記腸粉俾我哋做早餐。我哋呢就坐咗喺酒店樓下嘅 cafe 嗰度嘆早餐。兩隻就食咗鴛鴦腸，我呢就食咗豬肝腸。廣州發明嘅櫃桶腸粉呢，可以將個皮做到好薄，跟住佢哋嘅秘製豉油呢，就吊起晒啲粉皮啦，同埋啲餡料嘅味道。豬肝完全冇內臟嗰種怪味，反而有濃濃嘅肉香喎，所以元記腸粉真係廣州腸粉嘅世一啊！原來廣州嘅小學生星期日都要返學，仲要做早操咁慘㗎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由酒店行大約15分鐘，去到陳家祠站坐地鐵去白雲兒童公園，中間會轉一次車，可以睇到舊嘅1號線同埋2號線有咩分別喎。下一站公園前，下一站請注意，列車即將到達西安站。地鐵迷真情坐得好開心啊！凱德廣場、延盛廣場乘客。廣州白雲兒童公園嘅面積好大，有好多組唔同嘅遊樂場。不過呢，我自己係覺得都係大同小異啦。比較有驚喜呢，就係呢個滑索，而且滑索呢係有職員協助小朋友玩，所以都安全嘅。另外都有一啲好長好高嘅瀡滑梯喎，不過就唔夠快咯。係啦。阿妹嚟啦，阿妹行啦。玩到中午呢，我哋就去咗公園對面嘅海德廣場，食一間叫做大榕樹下嘅順德菜。大陸食飯最開心呢，就係俾少少錢就可以開 VIP 房咯喎，有寧靜嘅環境，一路食飯一路傾偈。妹而家呢，等上菜呢會畫下畫喎，唔會一味玩電話，叻咗好多啊！呢一個順德撈白切雞，養生得嚟又好味喎。呢一款咕嚕肉呢，香口得嚟呢又有野味喎。呢個叫撈起陳村粉，可以撈起嗰啲醬汁嚟食啦，醬汁好靚，同埋個粉呢夠晒索味。呢一款臘味煲仔飯呢，有豉油香之餘呢，飯焦都好正。再加埋呢個魚香茄子煲呢，幫嗰個煲仔飯加汁，絕配啦！呢一款煎釀蓮藕呢，將嗰啲蓮藕呢變咗一種好香口嘅食法，算係一個創新嘅菜式啦。呢一款紅豆狀薑奶呢，有香滑嘅燉奶之餘，加上甜甜嘅沙質口感。食飽飯之後呢，又唔想咁早返香港喎，所以我哋就去咗打機。而家香港啲機鋪呢，真係冇呢一種電單車 game 啦，體驗好真實，而且仲有震動效果添啊！轉彎。
呢款揸跑車嘅 game 咧都好刺激喎。不過其實阿妹咧係唔夠腳長踩油門嘅，都係我幫佢踩嘅咋。喺我協助之下咧，佢就攞到第一名啦，好開心啊！哇！撳咗個推寶啊，阿妹！哇！呢一款射水槍 game 咧都好好玩喎，4個一齊玩都唔會肉赤，因為好平，平過香港好多。阿妹最中意咧就係呢款最經典嘅卜傻瓜 game 喎，對佢嚟講咧應該仲刺激過揸車 game 啊！打完機之後呢，我哋呢就去咗買妹妹念念不忘嘅彩虹雪糕，跟住先至打車返香港。喂，多謝媽咪。由白雲區打車去深圳灣呢，大約2個鐘。雖然車程有啲長，不過兩隻一覺瞓醒呢就到啦。我自己呢就比較鍾意用打車嘅方式來往廣州啦，而且沿路都有風景睇，舒服好多咯。不過就係冇得走嚟走去啦，唔知下次幾時我先會再出呢種形式嘅 vlog 啦。新嘗試其實都幾好玩嘅，希望可以下集見啦，拜拜。小孩同學，來了，打開氣氛燈，打開氣氛燈，關閉氣氛燈。我是教學會，你可以隨時叫醒我。